大批60萬超低價買曾經嘅豪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an。今日我哋睇珠海斗門嘅恒裕江山匯。幾年前呢個盤最高峰係賣到19000蚊一平方嘅，同另外一個豪宅盤咧喺同一條路上，算係當年湖心路上咧樓價炒到最高嘅位置。而經過呢4年嘅樓價調整，而家呢個盤都只係賣12000到14000呢個價，最少咧都平咗有6000蚊咁多啊！所以咧喺過去1年嘅時間，亦都係我哋賣得最多嘅一個盤。現時咧發展商就做緊清棟嘅動作，主力最售嘅係21棟同8棟嘅部分單位，最低咧係3萬蚊嘅首期就可以上車啦，帶埋精裝修送家電4件套，部分單位咧仲有湖景可以望添。希望今日呢個盤會啱你心水啦。咁喺正式睇影片之前，大家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！咁下一期嘅精彩影片你就一定唔會錯過啦。商業配套嗰一塊咧，大家可以睇翻我前2條關於中澳湖心印象嘅影片，我就唔喺呢度水時長啦。重點提下就係恒裕江山匯咧，係目前斗門唯一一個有港澳直通巴士嘅屋苑，每日咧就會有4班車，單程嘅票價係150蚊，上車地點就喺屋苑嘅門前。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咧，無疑係一個加分項啊！門口就有公交車站，如果唔講時間嘅情況底下咧，其實坐公交車都方便，2蚊雞就可以到達拱北口岸啦。再補充下公園同埋醫療嘅情況。首先喺落樓500米就有一個480畝嘅幸福河濕地公園，號稱咧係珠海版嘅西湖。目前斗門亦都做緊一條新嘅情侶路，參照翻香洲區，大家將來可以對比下。醫療方面，距離江山匯6公里13分鐘車程，有斗門最大嘅3甲醫院津醫5院。國內咧就將醫院分為3個級別、3個規模，最低配置係1乙。以此類推，更加往上就係類似2乙啦、2甲啦等等，最高檔位就係3甲啦。大部分嘅需求都可以喺呢度滿足到。如果話整個斗門嘅樓盤咧，大家都嚟比較一下售樓部嘅闊度嘅話咧，江山匯就一定係排喺前頭噶啦。一個5000平方嘅售樓部都唔會浪費，將來咧係會改建成一個綜合型嘅商場同埋會所嘅。目前已經做好嘅就係游泳池啦，而家冬天就冇開放啦。一共會有2個泳池，分別都係25米，唔算大，平時鍛煉下身體都足夠啦。最大嘅賣點之一就係佢嘅園林，出自原貝爾高林首席設計師，現任深圳雅克園林設計公司總裁諾丁先生。聽聞咧喺整個盤打地基嘅環節就已經全面採用咗防鋼板嘅工藝，單純做真空處理同埋堆土填壓就要耗時8個月啊！發展商都算深謀遠慮啦，因為珠海嘅地基咧大多數係偏遠嘅，好多院時間一長都會有下沉嘅情況。而基於咧江山匯有一個確實嘅大盤，所以咧打好基礎，亦都會對將來嘅長期營銷有所幫助嘅。咁啊，畢竟咧最好嘅介紹就係業主反饋啊嘛。咁講起諾丁先生咧，佢就嚟自新加坡，代表作咧有泰國清邁嘅洋月莊、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、斐濟萬豪度假村等等，喺業內咧都係知名人士，於是就有咗我哋而家睇到嘅東南亞嘅風情園林啦。不過咧有嗰句講嗰句啦，呢個風格喺而家嘅市場嚟講咧就顯得舊款少少。不過你冇理，總之好犀利。整個盤嘅總佔地係14萬平方，建築面積係46萬平方，一共咧分4期開發，規劃咗3328伙。目前開發到第3期嘅最後一棟，亦即係靠近人工湖嘅21棟，現樓交付，總層高33層，2梯4伙，主力最售2個面積段，其中咧01、02係南向嘅89平方3房2衛，03、04咧係南北對流嘅110平方4房2衛。我哋而家咧就上到嚟咗佢22棟6樓嘅示範單位，咁啊出到嚟之後咧，首先佢2部電梯咧係隔開對望分佈嘅，呢邊眼前嘅2伙咧就係01同埋02單位，咁啊而家實際在售嘅咧係21棟嘅單位啊，所以我哋呢一棟咧就景觀嗰一塊就僅供參考啦。我哋而家所睇嘅係02單位89方嘅3房2衛，咁啊入到嚟首先有個細細地嘅玄關位啦，往前繼續行咧係一個客廳比飯廳要大嘅一個佈局，
呢一塊咧大概係3.4米左右嘅闊度，而嗰一塊咧足足係有3.8米嘅，所以佢呢個89方咧其實係做到一個相對大嘅廳嘅位置。露台就同樣係3.8米闊啦。而家22棟望出嚟嘅景觀咧係小區嘅內園林，而現時嘅21棟所在售嘅單位望出嚟嘅就係同呢一片景觀咧係相近嘅。再往入行翻落嚟咧，係算係佢哋呢個戶型最大嘅一個算缺點嘅位置啦，就係佢廚房位置咧，其實係會偏細啲嘅。咁你會留意到佢就冇放雪櫃嘅位置啦，佢就預留咗呢度一小片嘅空間俾我哋做一個單門嘅雪櫃。跟住做咗2位，呢度係第一個洗手間，洗手間位置都係有窗口嘅，不過就冇飄台位咯。呢度係唯一一間咧，就算係贈送嘅房間，佢係以露台去做佈建嘅，所以有一半嘅面積咧係唔計產權面積入邊嘅。呢間咧就正常嘅房間啦，目前放咗一張1.5米嘅床，會略顯窄啲。咁實際嘅使用咧，肯定係將呢一個往入邊推，咁你就有更加多嘅空間咧，可以擺放櫃或者話係細張嘅作業台之類嘅嘢啦。之後就主人房啦。主人房係套間帶咗一個洗手間嘅位置，咁現時在售嘅21棟嘅主人房嘅窗口咧，都係可以望向湖嗰一邊嘅。主人房位置就做得唔錯啦，其實佢戶型分佈咧係做得係 OK 嘅。主人房會偏大啲，其他房間偏細啲。而家放咗一張1.5米闊嘅床，但係依然可以做得到3邊落床。呢個就係佢89平方嘅單位啦。電梯行出嚟之後咧，呢度會分佈有左手邊同埋右手邊嘅2伙啦，右手邊嗰一伙啦，經過一個安全門入去咧係03單位，而喺呢個位置咧出邊會多出一小部分嘅公用空間嘅，就04單位。咁04單位咧係110平方嘅4房2衛嘅房型，入門位置咧呢個入戶花園其實係公用空間嚟噶，大家認真睇清楚咧，就呢個位置其實係安全門嘅出口。不過又點解可以做成咁呢？因為呢個位置首先佢喺公用嘅位置上邊，並沒有任何嘅設備嘅位置，所以呢一塊咧作為業主嚟講係完全可以去使用翻嘅。110平方做咗4房2衛，而且係南北對流嘅雙露台嘅設計啊！呢個110平方咧喺整個斗門區嚟講都可以吊打好多新規戶型啦。咁我哋直接咧帶大家先嚟睇翻佢副露台方向望出去嘅嘢先。現時我哋喺22棟咧就可以望得到佢自己嘅呢一個人工湖啦。呢度亦都係咧整個中心園區最好景觀嘅一個位置。咁現時實際在售嘅咧就係呢邊嘅21棟啦。我哋而家所處嘅呢一伙，亦即係而家面前我手指嘅呢一伙。所以呢個位置大家可以留意到啊，我放近啲俾大家睇睇。呢個地方係佢嘅主露台啊嘛。咁主露台咧就係咁樣睇向呢個方向啦。正面望落嚟咧，仲有佢側面少少嘅湖，所以個景觀會同22棟係會有些少差別嘅。咁如果係89方咧，就係嗰個方向望向內園景噶啦。廚房位置又竟然預留咗雙開門雪櫃位，做咗一個長形 L 字形嘅廚台俾我哋使用。喺110平方入邊咧，呢個廚房就過關噶啦。跟住有直情4米咁闊嘅主客廳咧，就好正啦。主露台位置，咁而家係下晝4點鐘左右嘅時間啦。其實2棟樓嘅採光咧就相近嘅。咁啊22棟咧喺呢個方位望出嚟，同樣係有景，因為佢整個湖佢喺中間位置，其實係佔據咗整個園區中心呢幾棟樓咧大部分嘅景觀嘅。只有條長長嘅走廊位，第一個入到嚟嘅係洗手間。洗手間位置到時候如果喺呢個方位望出去咧，就唔望湖噶啦。只可以望到少少嘅啫，更加多嘅咧都係睇嗰個小區內園林。咁啊，佢呢度做咗一個全面嘅鏡櫃，又幾唔錯喎。房間咧就不是十分之啦，中規中矩。中間位置咧，佢有個凹位，可以好似佢咁樣咧，做成一部分嘅收納嘅空間。呢一間就係加一房啦。咁佢間房都唔細個喎，我都唔明點解佢110平方咧，同89平方俾人嘅感覺可以相差如此之大。跟住呢間房亦都係常規正常尺寸嘅，可以放1.5米床嘅一個空間。最後尾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又係套間，入門右手邊咧係一個長形嘅一個洗手間位置，
窗口位置開喺呢度啊。跟住同樣咧係全面嘅鏡櫃，呢個交付已經係好好噶啦。跟住目前咧發展商放咗一張偏大嘅米5床啦，咁啊整體嘅空間使用上面咧，你會覺得個空間大啲，係因為佢呢度係有全面嘅飄窗位置嘅，所以佢贈送多出嚟嘅空間亦都會更加之多。咁啊同理嘅咧，就如果係主人房位置，包括前邊嘅嗰一個房間都係可以望湖景嘅，呢邊就衣櫃位啦。總體嚟講，110平方呢個單位十分之出色，南北對流可以做得到接近100%嘅實用率，然之後每個空間佈局又合理啦。廚房位置可以放得到一個雙開門嘅雪櫃，客廳位置有直情4米嘅闊度，非常之加分。江山妹呢個盤呢，當時最初頭嘅定位係中高端人群，所以無論配置或者整體嘅設計呢，都會偏規模化啲。咁啊，價錢方面一度都去到19000，甚至乎2萬蚊啊。後尾市場嘅原因啦，所有未賣完嘅樓盤都喺呢幾年降價賣，而江山妹有一個比較特別嘅情況，就係好多我哋行家都係買呢個盤。單純個配置同埋景觀，你去對比其他盤，佢喺同價位嘅情況下就係領先。啲盤呢都係降價啫嘛，並沒有降交付標準啊嘛。你睇翻佢嘅交付，亦都係一啲比較好嘅牌子啦。對於我哋嚟講呢，清楚當時價錢嘅人嚟講就好有吸引力啦。現時我哋主力推薦嘅呢，就係105平方嘅單位，佢個戶型做得真係好啊。入戶花園雖然唔係屬於自己噶啦。高實用做到4間房，南北對流雙露台，雙開門雪櫃位，大客廳有景，單純1-2個優點好簡單，但係全部集埋一齊就好誇張啦。簡單計條數呢，就係105平方，你計個13500嘅均價，總價140萬，首期俾個20萬，月供先5000蚊，而且而家個息口低，如果你唔想俾太多首期呢，仲可以做低首期，最低係3萬首期，其餘嘅計入月供。如果你唔做低首期呢，發展商今個月嘅活動會有租金補貼，82平方會補貼6萬蚊，89平方會補貼7萬2，所以計翻條數呢，呢個盤嘅細面積單價其實會平啲嘅。唯一嘅缺點就係呢個盤呢會偏舊款啲，好在啦，人哋用嘅係萬科物業，保養得非常唔錯，咁呢一樣就見仁見智啦。咁呢一條影片就到呢度，希望呢個盤啱你心水。大家如果中意嘅話，隨時可以聯絡我帶你睇樓啊！有其他問題歡迎隨時喺評論區留言。我係 Alan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